个吼，就是这个冷气吼害去啦吼，所以呢，今仔日吼，毋是教会诞生啦吼，实在是冷气害去啦吼，所以处理了无够好势吼，已经有请这个修理的厂商咧处理，但是因为咱的莫大吼，咱的冷气是放伫厝尾顶，迄莫大水是放伫厝尾顶。所以呢，伊迄个莫大的规格吼较无共款，因为要抽冲起哩甲5楼顶，所以迄莫大的规格较无共款。所以现此时厂商还搁咧找莫大，所以真歹势总是呢，无论安怎样来甲咱身边的讲互你较为难歹势甲伊讲一下，互你较为难歹势。总是咱犹原。三甲做伙来祈祷来感谢，仰望上帝赐恩互咱虽然伫真济无共款的环境，但是咱定定晓存着感谢的心。三甲做伙开声来祈祷来感谢，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的主，阮的上帝，你会听到阮同在，赐恩伫阮的心上。你是主，是上帝。主，我向你呼求，你的圣洁充满伫我的内面，你的圣洁的同在。你稳定能力的同在，你的保守，你的看顾，你的恩传，主上帝为着你来赐恩伫我的身上，为着你是我的看顾，是我的保护。主上帝，你要亲自保守恩传我，也赐恩互阮兄弟姊妹三甲做伙伫主上帝你的面前，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主是你互我会当有做老爸的心肠。互我有真实，甲你相同行的稳定甲日子。你是我的上帝，你享受一切的丰盛甲美好。为你名的缘故，你赐恩伫你百姓当中。主阮所以伫你的面前来感谢，来学乐。主你享受互阮伫这个时阵，特别有对上帝你所来平静安稳的心。主伫这个热的天气，主你若肯，阮相信。你会通伫这个时阵享受，互阮分挑来真早真炎热，主上帝你的恩典充满伫阮当中。你讲有就有，你命立就立，你所有的旨意无想哪早，也要继续施恩怜悯，使我看顾甲你的百姓三甲同在。愿一切颂赞而乐荣光归乎你，愿你的旨意得成伫阮当中。主，阮感谢而乐，将一切荣光归乎你。感谢你的听痛，你是迄一位一直照顾阮的主上帝。无论伫任何环境内底，主你应允阮，凭着信心向前来行。红海会为阮拍开，约旦河会为阮徛起。独独上帝你的听，拢总无改变。你的信息之爱，对着遐相信你、倚靠你、呼求你的人。你个甲因三甲同在，感谢主，因为你的慈爱永远伫地。今仔日，互阮会通搁再一届，因着上帝你的怜悯，存留阮的活命。阮进入到上帝你的殿中，伫你的院宇内底，阮同心献上阮的感谢，献上阮的敬拜，唯愿你的旨意成就伫阮的当中。互上帝你圣名一切的荣光显明伫你正百姓内底。主阮感谢你，将一切感谢来归于你。祈祷感恩，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来请明传兄来报告，谢谢。兄弟平安。消息报告。第一，感谢何龙进牧师今仔日莅临本会正道，愿主赐福因家庭平安，事奉得力，心灵健壮。第二，欢迎嘉南会北部大专团契莅临本会，为咱带来美好的见证分享。第三，圣教会总会8月21至8月23举行牧家旅游，本会目前当天将前往参加，敬请为行程守望祈祷。第四，
宜林书行圣经买一送一优惠，拉链索引红字版的圣经2本1450块。若要购买的兄弟，请至招待道登记，甲来缴费。第5，8月26，礼拜六下晡2点半，乡亲团契聚会举办健康讲座，慢性病甲长途旅行。讲慢性病患者旅游注意的事项，讲员是成大病院家庭医学科左右聪医师，欢迎教会兄弟同齐来聆听。第六8月27下晡，下礼拜日，8月27下礼拜日为中台新学院木管款务主任赵大卫院长将莅临本会正道并分享学院的事工，敬请兄弟有微心奉献并代祷守望。第7，9月初2、9月16、9月30，就是这3个日子的早起，拜六的早起9点到12点，将伫教会1楼开办圣乐事奉培训课程，师资是陈瑞兰传道、廖金月新教师。经过集事会决议，报名费一个人是600块，全勤退400块。有意参加的，请至招待道报名，甲着缴费。补充报告。来，亲爱兄弟吼，请你也特别为着牧师祈祷，牧师后礼拜吼9月初3。早起讲到了的时阵，中昼爱马上出发去中国，会去9月初3甲15才会转来，所以请为着牧师伫中国的服侍祈祷。感谢各位，好，咱个时间到，敬拜团，谢谢。我继续报告一下哈，我们敬拜团上来预备，就是迄个这个敬拜方面的这事奉的时间啦哈，那个9号、16号、30号。有人讲，我都要去旅游啊！我说好预定什么时间？咱有补课的办法，就是你3摆当中，刚才当有1,000块1摆，佮互你有补一次的机会。如果你2摆拢无来，安尼就无全勤。你若有1摆无来，你当甲我问讲要安怎报，会当互你全勤退费。所以咱报名费是一个艺术，要鼓励你会当全勤，然后退400块。所以间隔训练费就是一个报名费200块。安尼有了解吗？嘿，所以你唔好为着讲我出去1摆，安尼就无全勤啦，安尼了去啊，我歹去，安尼你就亏大了。我忙下就为着这自己的好师母甲郑月心，佮咱遮嘛做者，咱的同工以后拢可以当继续陆续来开课。好，这是一个开端，抛砖引玉的一个课程。好，咱了后整个敬拜团拢会当受提升吼，我家己嘛是。现场下面迄个咱的大专团契甲大专生。因会来做诗歌，佮见证分享，其实是伫国语堂尔，咱台语堂无，是国语堂。所以昨下因迄个福德，我落楼骹看时，伊就讲，哇，恁的敬拜有够强的呢！我们要学习什么的？当然是谦卑啦。我讲是，因为我们有在注意，我们的同工都很认真在这个事情上面，所以咱就有大得鼓励，大得益处。阿门。咱用起立来敬拜咱的上帝，耶稣基督是咱甲上帝当中的中保，互咱呢。会当借着伊到白遐里去，耶稣讲我是道路、真理甲活命，借着耶稣，咱通到白遐里去，创造万美的主宰。有一位上帝，有冠冕创造宇宙万美，要温柔乡亲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上帝，有冠冕审判的这罪恶，要主必体贴。
有一位上帝，有关联创造宇宙万物，要温柔相求，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上帝，在各地荣耀的宝座，飘逝的时间，拯救人对路。有一位上帝，咱的上帝，唯一上帝，你就是耶和华，有光辉荣耀，有稳定主爱，是早在今在永在上帝。有一位上帝，有关联创造宇宙万物，要温柔相求，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上帝，有关变心破意罪罪恶，要处理天下人的软弱。有一位上帝，咱的上帝，唯一上帝，伊名是耶和华，有光辉荣光，有稳定主爱，是早在今在永在上帝。有一位上帝，咱的上帝，唯一上帝，伊名是耶和华，有光辉荣光，有稳定主爱，是早在今在永在上帝。咱上来祈祷，感谢伊，让做咱美好关联的上帝。咱来宣告，伊要伫咱的心内面做主甲引带。今后气息的就学了耶和华，伫我内面的所有的困难啊，都要来敬拜你。我出声伫你面前，你伫悬悬的宝座，充满了阳光冠冕，充满了慈爱。你要来管压你的困难，互你的正百姓。你应允讲，互正百姓得到困难，互你的百姓也得到平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独一真的上帝是阮心所爱慕的，独一的真，阮无搁爱这搁爱迄，安尼阮的心就会偏岔去。就是你引带阮，也甲阮讲，以色列人就听来听上帝独一真的上帝的声。哈利路亚！有一位上帝，有关联创造宇宙万物，要温柔相求，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上帝，在咱的荣耀的宝座，叫死的心间，拯救人对路。有一位上帝，
是早在、今在、永在上帝。哈利路亚！哦，主感谢你，我的神啊，耶和华上帝，我感谢你，伫我的心内面做主，因着安尼，我就欢喜跳跳，将身体献上。正做活我的祭，你讲安尼做是理所当然的，是上帝所喜爱的，你欢喜的祭。求过你的名，时常虔诚来祈祷，为你表明我心声，好我听见你听香的声，因为我。我别人对伊的生命举起迄个香，这是对旧约所历史所记载，是用香用迄献祭的材料所做的，毋是
凊彩的，迄个香冲起来，亲像咱的祈祷伫上帝面前，迄是一个真敬畏甲真虔诚的动作。咱的祈祷就亲像安尼摆咧伫上帝面前，所以咱若要祈祷的时阵，嘛无凊彩，是对咱的心内面一字一句。真谨慎的摆咧伫主面前，因为咱的祈祷，上帝拢捡起来，总讲我自己正着上帝时刻来完成上帝国的代志，来完成你心所愿的。咱做伙来祈祷，请。你已经安慰阮，阮有啥物欠过，你已经挽救了阮。我们相信你的应允是努力的人去得取的。哦，主你的救赎是万人拢得到，总是你所应允的，我需要努力进入到迄个内面，来付出迄个代价。因此，我要用着祈祷来了解、来听到你的声。你也甲阮讲，要先求上帝国、甲上帝义的义，就一切拢要来加添予你。感谢上帝，当咱要受圣灵的提升。咱无搁再为家己的需要来祈祷，乃是要来满足上帝的国。我的生命有活出的命定，伫上帝国内面是加分的，是一个快乐的。我要来感谢你，我要来奉献给你，我要对你来祈祷，来举起我的圣手。我要对你的圣手也手困求，你有听见我的声。哈利路亚，感谢上帝。我祈祷那有摆在你面前，真做你欢喜的事。我要对你的圣手也手困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我祈祷那有摆在你面前，真做你欢喜的事。我祈祷那有摆在你面前，真做你欢喜的事。神啊，谢谢你悦纳，多谢你的垂听怜悯阮。我也要感谢上帝的看顾，无论是顺境逆境，拢是主所定定。欢喜顺探伊的安排。要如何排是主所定，上帝的照顾你，也就是会稳当面行，上帝的照顾你，上帝的照顾你，当日的过，当日错落，上
主是会稳当的行，上帝咧照顾你。咱甲边的人讲，上帝照顾你咧。上帝咧照顾你，当你咧讲，当你传咯，上帝咧照顾你，上帝咧照顾你，为主做工拢免失志，上帝咧照顾你，路途坎坷危险的时，上帝咧照顾你，上帝咧照顾你，当你咧讲，当你传路，上帝咧照顾你，上帝咧照顾你。咱慢慢来唱讲，上帝咧照顾你，当你咧讲，当你传路，上帝咧照顾你，上帝咧照顾你。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疼痛，是你每一日照顾你的正儿女。好天的时阵出日，互所有万米见若有活气的，拢对你来得到医治、照顾、培养甲成德。落雨的日子，你也伫其中。照着你的应允，互雨水润得土地，互万米生长，互要食的有粮食，要野种的有种子。上帝，你的疼，无论伫落雨天，伫出日头的时，你的稳定一直拢伫地。祝你存留阮的活命，互阮会通服侍你，互阮认捌你。互阮会通诚做你对阮疼痛照顾迄款的见证人，所以阮就会当将着你对着阮的疼，对世间人的疼照顾甲引带，特别你对着阮活命永远的照顾，互阮所以就会当徛起伫这个世界的日子，阮的心是稳当的。面对将来，阮离世的日子，阮犹原是平安的，因为知影你陪伴阮伫这世人，你牵阮进入你永远的国。你是阮的牧者，你是阮的主，是阮的天父，永远的天父。阿门。阮感谢你，感谢主你对阮出世的日子。到伫年长的日子，就是到阮离世的日子，一直到永永远远，你拢要做阮的保护，做阮的引带，互阮会当踮伫耶和华你的面前，甲你三角徛起，直到永永远远，世世代代。感谢主你一款无改变。永远主爱的疼痛甲同在，祈祷感恩，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三甲做伙来上读诗篇23篇，请。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缺。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埔，引带我伫通安歇的水边。伊予我的灵魂精英。为家己的名引带我行义路，我虽然行过死命的幽谷，也无惊遭害，因为你甲我同在，你的拐、你的竿拢安慰我。
伫我对着面前，你为我排泄恩赦，你用油抹了我的头，互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要有恩惠慈爱对着我，我也要踮伫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阿免，请坐。继续，咱来读启应文，我来启兄做来用，学的时阵三角来上读。我靠耶和华的人，正山怎样威势耶路撒冷？教养的百姓对打到永远。当耶和华将遐受了的带回到锡安的时阵，阮亲像做梦的人，我满嘴喜笑，满嘴欢呼的时阵，我帮人有人讲，耶和华为行了大代志。耶和华果然为阮行了大事，咱就欢喜。耶和华求你，互阮受了人归回。像南地的河水流个流，迄个流目屎也精致的，必欢呼收割。迄个带种流目屎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带好困转来。Amen。下面时间，咱要请咱何龙进宣教士，好，真久无甲咱做伙，让来安尼来诉说神的一切的美好。咱伫这准备当中，咱搁再一摆用拍拍啊欢迎甲感谢伊来为咱敬德。牧师，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的恩典啊！今仔日咱搁三甲组织来到上帝殿院来敬拜服侍伊啊！伫这当中啊，我要来跟大家来分享啊，上帝伫阮的身上怎样来引带带领，互阮安然拢经过啊！无论伫倒落伫服侍，拢得到上帝的祝福啊！今仔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主题是讲，亲像耶稣专员来献上啊！伫这当中，咱兄弟姊妹真正有当时啊，无共款的想法。今仔日啊，咱了解，这个疫情已经渐渐要过去了，但是较重要一点，最近咱无论是迄个东区还是南区，吼，这个政府官员。尤其是迄个卫生所啊，拢发出啊足大的警告啊，抓红旗啊出来伫世界伫讲啥？讲当高热啊，亲像他拄啊话牧师啊伫遐一直拍棒，爱注意啊，爱注意啊！咱的身体，咱的活命是上帝小叔叔啊，咱着爱记得咱厝里的即款无路用的盆啊，毋通滴水吼。因为这个登革热是对蚊仔来，哦，这个蚊仔是对伫什么来？是对伫迄个积水的所在来产生结节来，哦，所以讲咱兄弟姊妹毋通讲看这个无重要，是足重要，哦，这是咱三甲阿头的祈祷。全能的天父，阮的上帝，伫你面前，阮献上感谢。今早起，你的百姓来到你的殿院，阮亲像出外的囝儿倒转来到伫阮的父母的厝内底，阮来伫遮来享受着主你大的恩典甲活命的美良。恳求圣灵对阮讲话，互阮会当了解生命的奥秘，互阮会当了解主你对阮要讲什么话。恳求圣灵来使阮舒服，互阮伫今早起的敬拜，阮对头到落尾，圣灵引带带领，拍开阮的心门来明白主你的旨意，将一切荣光归于你。同心恳求感谢，靠主耶稣圣名来求，阿门。
今仔日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叫“亲像耶稣全然来献上”。这个没有回音呢。有了，这个要放哪里？对底下。有开了。OK， 了解，好，谢谢，好，抱歉，咱今仔日的经文经节就是以赛亚书第62章，第1节到第3节，以及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到25节。咱来读今仔日经节，以赛亚书第62章1节到3节。我因色安必无静默，为耶路撒冷必无禁声，直到伊的公义那光辉发出，伊的救恩那明灯发亮。列国必见你的公义，列王必见你的荣耀。你必得新名称呼，是耶和华亲嘴所起的。你伫耶和华的手中要做花冠，伫你上帝的掌上必做冕旒。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到25节。我当日传予恁的，原是对主所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迄一暝，摕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安尼行，为着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摕起杯来讲：这个杯是我用血所立的新约。恁每逢啉的时候，爱安尼行，为着是要纪念我。阿免今仔日有2节的经节呢，是要来和咱大家来分享今仔日要甲分享，会较重要的是讲，咱的祈祷会当改变咱的活命一生的功课真正是爱学习当咱将咱的活命的主权来交给咱的上帝、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时阵，咱的家庭每一个人拢要无共款而且每一个人拢全然来得到上帝的祝福咱今仔日要对耶稣的信仰来学习来看见祈祷的重要性祈祷的重要性。未开始之前，我特别来讲亲像头拄咱的师母伊所出来敬拜好像是真正是同感一灵上帝圣灵伫因带带领，伊所出来敬拜，跟我今仔日所要分享的有很多雷同的地方感谢主，这叫做咱敬拜上帝的人同感一灵。伫这当中咱看见咱安乐圣教会今仔日第一堂的敬拜是咱第2堂。早前咱安乐圣教会是对4个姊妹开始来开拓有可能咱在座当中拢家袂记了呀尤其当中有3个有1个咱较无熟悉，但是3个咱都熟悉的亲像安尼姐玉山姐宋琴姐，因拢是咱安乐圣教会的开拓者雕华姐五下所以讲，咱兄弟姊妹伫即个过程当中，咱领受着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祝福满满的是咱领受着上帝的即款引带带领，互咱经过拢真正真好，对不对？好的当中，咱就要继续落去亲像今仔日咱所领受的上帝咧照顾咱这首诗歌无论你出外拄着困难、艰难、困苦上帝拢咧照顾互咱拢平静安稳。伫
伫这当中啊，咱只爱将咱的一生的活命、咱的路程，拢交代上帝啊。伫这当中呢，我要来讲啊，每一人信主的人，拢有伊的信仰的历程的故事。你的故事真正是精彩啊！亲像啊，咱的建基兄，伊时常咧分享，如果有机会，哇，伊真正是侃侃而谈，拢无止煞。无论到倒落，伊拢要来分享上帝伫伊的身上怎样来引带伊、带领伊，互伊会当经历遮济的丰富啊！毋是每一个人拢会当想伊真好，遮好对毋对？但是呢，咱每一个人拢会当来领受着上帝的祝福啊！亲像阮啊，夫妇两人啊，阮真正清楚明白上帝的旨意啊，受呼召就是要做宣告。无论到伫倒落，阮拢愿意行出去啊！无论伫什么所在啊，当然咱要行出进前，一定爱受装备。你若无受装备，你就毋知影讲你要向人讲什么话，吼，要来互什么人得到什么利益。咱每一个人，如果若你有即个，互上帝的圣灵感动，你就爱行出来，勇敢，亲像咱牧师啊，后个月要搁去大陆共款，即款心志拢是无退步的，而且什么款的情形拢袂甲咱影响到。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你都爱有即个心志啊，坐伫即个所在真好，来遮享受上帝的即款救恩。每一个人拢会当得到足大的鼓励啊！咱的教会是一个无共款的教会，兄弟姊妹拢是足有疼心，而且做任何代志咧做，拢是足用心啊！互人看见咱安乐圣教会啊，无论是敬拜团，还是讲咱的儿童组织学啊、青少年啊，直到咱的少年团契，拢是足健全啊！咱每一个人伫遮所领受到的，拢是上帝的祝福。既然咱领受了这么大的这款救恩，这么大的恩典，咱敢会当讲点点无出声吗？亲像今仔日咱所读的这个经文哦，等一下我要讲伊的背景。先知以赛亚是安怎会讲出这段话，是足重要的这个技术，吼，互咱大家会当明白清楚，到底咱是为什么活伫这个世代，拢袂使竞争，咱爱为上帝来出声。到底咱的情形是安怎？咱无了解啊。亲像讲，最近安尼政治真正是乌白白。到底要选举的人，要选总统的人，伊是要来引带咱以后适当久的时间，咱就爱警醒起来。咱袂使安尼静静伫遐拢无出声。尤其咱每一个人拢有即个选举权，对毋对？啊，选举权当中，你都要来选择对一个会当引带咱行伫正确的道路，互咱台湾真正是平静安稳，而且是足安全。咱伫即个所在，你徛起，伫即个岛屿伫生活的当中，受到上帝的祝福。如果若讲，咱每一个人拢会当发声出来，咱的力量是足大的，但是袂使互这政治讲较歹听，这政治佬来甲咱捞咱的选票，咱就爱勇敢行出来，站出来，为着上帝国来做代志，互咱会当伫即个土地顶面，互咱伫即个岛屿当中，虽然细细的台湾，但每一个人拢爱为上帝来出声。他拄仔讲过，咱有5个姊妹来开拓咱的安乐圣教会，我拢甲称作因遮是义人。什么叫义人？上帝疼惜义人，而且上帝是祝福义人，伊的福会到千千万代当中呢我靠上帝的人，义人就是啥？我靠上帝、信靠上帝的人，敬虔持守真理，而且追求上帝的人，上帝疼惜因而且伊的世世代代伊的福会，拢要得到上帝的祝福。上帝讲圣经内底一直甲咱强调一句话讲上帝足欢喜听义人的祈祷，因为义人的祈祷是安怎足有功效的。所以讲，咱就爱为着咱要来为上帝出声的时阵，咱就爱准备咱的心，为着上帝国，咱就爱来做较有意义的代志。
咱伫上帝面前来祈祷啊，亲像他拄仔咱所唱的诗歌啊，咱的祈祷的声音透到上帝面前，亲像芳芳的祭司来伫遐，互上帝会纳啊。所以讲，咱的祈祷是大有功效的。咱每一个人袂当讲伫上帝面前啊，讲我是一个义人，因为咱所了解，早前一寡迄个宣教师啊来到咱台湾，拢甲咱讲一句话，但是迄阵还细汉听无迄句话，讲伊鼻孔压落的人无一个义人，啊，什么意思呢？哦，咱的鼻孔是生伫什么点管？哦，咱的毋是黄点管，黄点管如果若落雨对不对？啊，你着互你滴雨水，哦，鼻孔压落无一个义人，但是因为咱是信耶稣基督的人，吼，咱也信可以因信称做义，吼，咱就诚做义的人，吼，你会当讲我是义的人，吼，对不对？吼，所以讲啊，因信称义，咱相信咱的上帝是真正是宝贝的，吼。伫这当中，我要和大家来分享今仔日，吼，第一，吼，咱的祈祷较重要，是按来将咱本身来摆上，吼。放伫上帝的手中，咱每一个人会当伫遮来向主来祈祷。好，如果若你要祈祷的时，用什么款的情形，我唔知影。但是圣经甲咱讲，吼，你爱举起你的双手，吼，你要迄落安静，吼，伫你的厝内底拢会使。但是有一个迄个问题讲，到底你祈祷当中是毋是会困去？吼？啊，举起你的双手啊，求主来怜悯我啊！因为你如果若最近遭遇到关系讲啊有困境，还是讲有欠缺，你的心内不安，还是讲你的经济无满足的时阵，你要怎样？哦，你会当将你的活命、你的主权来交予上帝，而且你要举起你的双手来向咱的上帝讲话，到底你的心中不安的时阵，你有亲像安尼无？足艰苦对不对？到底是为什么会不安？他拄仔讲过，拢有足侪原因。所以讲，咱得爱为咱家己本身，为着咱家庭的每一个人，为着咱的家族拢会当放伫上帝面前，求上帝来为咱来解决来排解一切排解一切。好。为什么上帝应允伊的百姓来建造圣殿？亲像早前3000年前所罗门王来建造圣殿的时伊就伫山顶来建造圣殿。当迄时阵，咱所知影以色列百姓足侪拢袂记到底阮是咧拜啥物，因为上帝是无形无状的，因毋知影讲因咧拜啥物。所罗门王建造圣殿了后，因就知影讲阮的上帝伫山顶，所以讲因就对山骹安尼行，行，伫行的当中对山骹行到山顶来亲像安尼咱伊就要举起双手。来上帝来祈祷，但是迄阵还未有受过咱知影以色列百姓一年爱3摆去到伫圣殿来敬拜上帝。迄当时抑个因为离开到即摆是3000年前的代志，3000年前耶稣基督还未降世还未来造成肉体来到伫咱的当中。迄阵圣殿抑个无受过。所以讲，因在行的当中来到圣山，一路行去，哇！夜目望着圣山，就来举起伊的双手，伫遐来祈祷。到底咱每一个人有安尼无？咱毋知影但是呢，早前犹太人以色列百姓，因就是安尼来敬畏上帝，因的心内真正是超越讲上帝是伫圣殿内底，迄是因的观念。但是咱即摆，咱的思想观念毋是讲上帝敢若伫咱的教会内底，毋是安尼。因为咱所了解，
咱所敬拜的上帝、服侍的上帝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所以讲，伊施行新约奇事，无论到是倒落，拢会当来做即件事。所以讲，伫传统上咱要来学耶稣基督的祈祷。咱所知影，耶稣教示咱安怎祈祷。这是2000年前耶稣的学生伫遐问耶稣讲：耶稣，阮着安老师啊，阮是要安怎祈祷，才会当互上帝来听到？咱要安怎来得到上帝这款的应允？到底要安怎祈祷？咱的圣经内底，马太福音足清楚甲咱记载，耶稣教导伊的学生、伊的门徒安怎祈祷，就是咱即摆所读的祈祷文，对不对？主导文，主导文就是耶稣教因的，但是毋是讲用讲的字语，耶稣佮用伊的家己本身实际的行动来行出来，互人了解祈祷是向上帝来讲话。当咱的传统的当中信仰传统当中，尤其是教会内底拢有一句话讲十架七言。什么叫十字架的七言呢？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阵，当伊要断开进前，伫迄个十字架顶讲的七句话，其中上界尾一句话，那是圣经甲咱写的，讲记载讲我将我的灵魂交伫上帝的手中。伊讲完这句话，耶稣就离开。伊伫即个十字架顶的时阵，伊讲到这句话的时阵，伊用这款实际的行动来表明讲，我将我的活命、将我的灵魂交托上帝，伫迄个所在来得到上帝的应答。咱兄弟姊妹伫这当中，你是毋是有哪爱学耶稣基督的这款样式呢？咱在这当中，如果若讲你要搁你超出你的人生的方向的当中，你有无同款的想法？你要创业，还是讲你的生活当中有拄到真侪艰难困苦，还是讲你要来超出你的人生的道路，到底要安怎行？伫这当中，圣经甲咱讲足清楚，约翰福音内底伊就写足清楚。耶稣讲我是什么话？道路、真理、活命。若无照着我，人就袂当到伫爸遐去。清清楚楚甲咱讲即句话所以讲这是约翰福音14章第2节甲咱讲的。耶稣讲我是活命、真理、道路。咱兄弟姊妹伫这当中，你有超出无？你有将你本身完全交托给上帝，也无？求上帝来怜悯咱，咱要跟对伊的人，咱来了解什么叫做伊的活命，耶稣基督的活命，伊要真做你的开达，真理要真做咱的智慧。到底咱有安尼即款的确信也无？如果若你还搁伫遐犹豫，你就要来追求上帝的真理。到底真理是什么话？是永无改变。咱每一个人伫这当中，都要来明白清楚圣经内底所记载。今仔日所读的经节当中，以赛亚书第62章第3节，伊讲：你伫耶和华的手中，要做这华冠，伫你的上帝奖上要做冕旒，什么意思？咱伫这当中了解讲，到底什么叫华冠？到底什么叫做冕旒？耶稣伫十字架顶的时阵，要上十字架的时进前，遐的罗马兵丁就将编好的什么话，这个冕旒、刺冕旒全滴伫伊的头壳顶，真做一个记号。这当中咱爱了解什么叫做华冠？华冠的意思是什么话？等下咱要来了解。咱求上帝来祈祷的是，求上帝来甲咱引带带领。咱的生命的主权，你有交伫上帝手中也无？伊甲恁讲，咱要真做上帝手中的王母就对啊！
华冠就是王帽，吼，上帝掌中的这个华冠，这个华冠是用戴的，吼，你要戴这顶帽也无，吼，戴这顶王帽也无，吼，所以讲，你若戴落去，了解这段经节的意思，吼，伊会讲，你这个平凡的人要诚侪尊贵，而且客气的人要诚侪什么话神圣，哇！伫这当中，王冠、华冠都是诚一个有尊贵的人，吼。你有看过这顶无？你想要戴无？哇！这顶皇冠真正是水，对不对？吼，逐个人啊，戴伫你的头壳顶有无共款无？完全无共款。你行出去街路，真正是足有风的，对不对？吼，足有这个很神气啊！上帝的王帽要戴伫你的头壳顶，互你有尊严，互你会当得到上帝的这款祝福。以赛亚书62章1到30当中，我要来讲伊的背景是啥物原因呢？才会安尼做？迄当时，以色列，尤其是耶路撒冷迄个所在，诚侪列邦要攻击的所在，尤其是巴比伦外邦人来甲因围剿的时阵，要攻击个耶路撒冷城，攻袂落来，攻上少也够一冬以上。哇！逐个人已经弹尽绝粮，拢无物件通食，尤其是因拢用火箭来射入去，人冲入去了，太人放火，佮真将圣殿耶路撒冷的圣殿用火来烧来跳毁，人的心已经拢真正足艰苦啊！迄当时人被杀足艰苦，已经诚做血死啊！先知以赛亚就发出这个呼声，来向上帝来求讨。到底上帝你是伫倒落？阮的百姓、阮的国家、阮的圣殿已经安怎被人来践踏，被人来跳毁，啊！阮的心真正白白。你有听阮的祈祷也无？伊咧讲，伫迄个所在咧祈祷是真正是拆开伊的心腹来甲上帝讲。如果咱兄弟姊妹伫咱的生活当中，你无去测验讲，到底咱台湾的岛屿，咱未来所要行的道路是啥物话？有哪会受到外邦人来甲咱吞踏，来甲咱辖制？啊，到时你要哭无目屎。你要发，无人要听，你就要了解，要注意。伫这当中，我要跟大家来讲，迄阵的这个背景是真啊艰苦。先知以赛亚受到上帝圣灵的感动，发出这款声音，伊咧讲啥物话？为了耶路撒冷，为了圣殿，我绝对无静静，一言不语。咱兄弟姊妹，咱袂使安静啊！咱得爱出声，对不对？互上帝来做主管。所以讲，先知以赛亚讲，我一定要发出声音，向上帝来祈祷，直到上帝的光进入我的心内，进入我的活命当中。咱每一个人伫这当中，如果你的生活内底有拄着困难，有拄着不安，有拄着看路的时阵，你有将你的心声甲上帝讲也无？这是一个甲咱兄弟姊妹挑战咱的祈祷。到底你的祈祷有听上帝有听到也无？亲像以赛亚先知安尼甲咱讲，我绝对无静静无听无讲话，一定要发声。如果你若讲真正是目前来讲，处伫这种不安的状态内底，你会当用这段圣经，诚侪你祈祷的榜样，伊的祈祷来诚侪你的祈祷，互你的祈祷会当达到伫上帝面前，来互上帝来听到，伊来替你解决你的人生有啥物款暗淡的所在，求上帝来帮忙。所以讲，伫这个所在呢，咱要来学习，亲像以色列百姓，
伊就举起双手往山顶，沿头行，沿头去到是圣殿的当中。一路当中，你举手向上帝来呼求，讲：上帝啊，我已经来啊！我已经来到你要来到这殿里，我来了，要来报道啊！啊，你又安尼甲上帝讲，我要来报道也无？吼，兄弟姊妹，今日我大家来呼吁，你又甲上帝讲，我要来报道了啊！上帝啊，我伫遮，毋通甲我袂记一你，吼，我叫什么名？吼，你爱记一点对啊？咱当中啊，差不多一半我袂记伊的名，但是要一半以上，我拢知影，哦，我拢会记得吼。所以讲，咱人是有即个记忆力的减退，但是上帝无，上帝拢甲伊记掉你的什么名，你有向上帝来讲，哎，我某某什么人啊，我来报道啊，哦，你一定爱甲上帝讲的啊，举起咱的双手向上帝来呼求。咱了解，举起双手来向上帝来祈祷，毋是咱发明的，乃是圣经教示咱的。哦，伫即个列王纪上啊，第8章389、390，等一下咱来读一段经节，你就知影，即段经文敢写足清楚。哦，啊，他拄啊，我咧讲的讲，以色列百姓哦，犹太人，因往山顶伫祈祷。要去到山顶的时，一路安尼喊话，一路举起双手，哈！来你讲，真侪因世世代代的即款习惯，吼，所以讲，伫即个所在，我要互咱兄弟姊妹来了解讲，到底是啥物款情形？哦，你看即个所在嘛，咱牧师捌2摆去到伫耶路撒冷，对毋对？去以色列来遐旅游。兄弟姊妹有足侪人去到以色列，你有去到伫迄个哭墙也无？吼，迄个西墙迄个所在，西墙因叫做哭墙啊，吼，哭墙伫迄个所在，因拢是安怎？大声喊话，对毋对？啊，手举起来，啊，摇摆来呼唤上帝讲，我有啥物困难来甲你讲啊？伫这当中，如果来你来看讲哦，好。正边佮倒边无共款，对毋对？哦，啊正边啊，遐个人徛伫遐，啊倒边一大堆人伫遐，对毋对？哦，这毋是咱家己想象的，这个画面、这个图像，毋是跟咱家己想出来，是因以色列百姓是世世代代拢安尼做啊，因为因受着外邦的吞踏，即摆圣殿多单剩一片墙啊，因就来到伫圣殿当中来伫遐祈祷。啊，向上帝来祈求啊，这是一个画面啊，互咱了解一下。好，列王纪上第8章389、390这段经节真正是宝贝啊！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开嘴来读，预备来。见那你的面，以色列向这个殿举手，无论祈求什么，祈祷什么，求你伫天顶，你的祈所垂听赦免。吼。这毋是我发明的，这乃是3000年前，吼，以赛亚先知伊写出来，哦，毋是，哦，这是迄个列王纪上，伊迄个所在敢写出来，互伊的百姓会当弯头行，弯头举手来向上帝讲，我来啊，我要来向你来敬拜，因为你的名是值得我来敬拜的，你的名是存留到永世代无尽的，哦。所以讲，伫这个当中，十字架他拄仔讲过，是咧纪念咱的主耶稣为咱被钉伫十字架顶，为着咱流出宝血，洗除咱一切垃圾污秽，互咱的身体，互咱的灵魂得救。耶稣基督，咱要来纪念伊，纪念伊的当中，哈，这是一个比喻啊，哈啊，那并排的比喻。古早时代，圣殿无即个十字架，当耶稣被钉十字架了后，因咧去的欧洲的教会较有即个十字架，所以讲举起你的双手往十字架来祈祷，上帝这是一个象征，吼，上帝伫迄个所在要听咱的祈祷啊。你若有看到啊，咱的教会啊，有哪有一支十字架，对不对吼？啊，咱来看这张，吼，你会看见讲教会，还是讲圣殿，还是讲
有足侪所在，拢有即个十字架。我欢迎兄弟姊妹，你会当安尼来试看看，你会当找到一个所在，吼，你看会到的所在，还是较方便的所在，你看到迄支十字架，你会当举起你的双手来向上帝来祈祷，这是一个象征性，吼，毋是讲足敬虔的人，毋是安尼，乃是一个象征性。你看到十字架，就是要来祈祷向上帝来呼求也去双手来祈祷。好，所以讲今仔日咱来到上帝的殿宇直接来求上帝赐予咱会当得到恩典，得到祝福这是以赛亚书第62章第30。我一直咧强调一直咧强调即句即句话真正是足水的伊咧甲咱讲，你伫耶和华的手中要诚侪水的王帽你伫耶和华的手中要诚侪水的王帽，伫上帝的掌中要诚侪一个华冠华冠头拄仔讲戴伫咱的头顶，真正足尊贵这是来到一个足高潮的所在。咱兄弟姊妹在听演讲，也是咧听讲道，到伫高潮的时阵是安怎？哇，心肝火热，哇，非常有即个动力，要来冲出去亲像咱安乐圣教会，咱伫牧师的带领下面时常伫咧向外围的教会内底做即个宣告。到底咱安乐圣教会有啥物款无共款？就是行出去为上帝来做见证，这是无共款的做法所以讲，伫这个所在咱要来得到这件王位的时阵，第62章第20节，佮讲一句话讲，这是上帝亲嘴讲的，而且伊新起的名上帝要互恁一个新的名字。咱要伫伊的手中诚侪王帽，非常水的王帽这个王冠跟华冠，到底咱有要得到无？有无卡在你家己伫这当中我要来含大家来思想两个问题。第一，怎样的祈祷会当改变咱的活命，来得到上帝的祝福伫这所在，如果你会当将你活命的主权来交上帝我咧想，大家拢会无共款，你的活命完全无共款。到底你有将你的主权来交予上帝也无这是一个挑战好，第二，我直接要鼓励咱大家兄弟姊妹，如果若讲咱咧思想看卖，到底我将我的活命的主权来交伫上帝手中了后，我的人生要安怎？无自我吗？无有我家己的想法吗？上帝透过圣经甲恁讲，所以讲为什么做一个基督徒，你爱祈祷，你爱看上帝的话语，上帝伫圣经内底，伊就甲你，互你答案足清楚。伫这当中，我要和大家来讲，第一，他拄仔讲的讲，摆上的生命会怎样？你将你的活命放伫上帝手中，会诚侪安怎？伫这当中，我要和大家来讲，你会当来求圣灵来引带，圣灵保惠师来做咱的导师，来引带咱的脚步，求圣灵来帮助咱。因为上帝的圣灵若充满伫咱的心中的时，因为伊是智慧的源头，你要得到这款智慧，唯一就是来求圣灵来引带。你有尊重咱上帝的主权也无？咱就要将咱本身来交予上帝。什么意思呢？将你的主权来交予上帝你的活命的主权交予上帝，要安怎办呢？这个摆上的真谛是什么意思呢？伫圣经内底有真侪的图像，圣经内底甲你记载，你若去看圣经的当中，若有迄款图像你就会当家己想象到底是什么款。旧约内底有即个因来到伫圣殿内底，伫遐要创啥物？献祭对毋对？什么叫献祭？因就将因带来迄个带来的牛仔囝羊仔囝粉鸟，带来到圣殿迄个所在，来甲伊抬了放伫顶悬来烧对毋对？烧祭来献予上帝，这是因的叫做因的摆上
这是旧约时代，是毋是安尼？但是到底耶稣基督来到的时阵，就新约开始，就无共款。咱来看下面这张图片，你会了解旧约的限制甲新约的限制无共款。新约是耶稣基督来为着咱每一个人来，伊甘愿牺牲伊家己，献祭给上帝。咱每一个人，咱有安尼来学习耶稣的做法也无？哦，所以讲，咱今仔日的主题是啥？亲像耶稣的做法，哦，专人摆上，全然摆上。他拄仔讲过，因带因的羊仔囝、牛仔囝、粉鸟啊，来到迄个所在，到底是啥物用意呢？就是要献做烧祭，互上帝来下答。上帝向咱讲啊，伊所要爱的是啥物？伫这当中，我要含大家来讲的，讲上帝要爱你的是啥物话？就是心内诚实的人，吼，口洁心清。你的嘴讲出来的话是造就人的话，吼，劝勉人的话，来安慰人的话，吼，你心内诚实的人，心内就真正清气，对不对？吼，你有敬畏的心，上帝就要欢喜来悦纳你。如果你无有这款的心，你要用诚实的心来敬拜上帝，来讲好听话，吼，来讲勉励话，上帝会感觉讲你这个人，你信主遐久啊，是安怎拢无安尼来咧做，吼，这是互咱一个挑战。你有安尼想法也无，吼。圣经当中有两个真正是我心内真正有当时咧想的时阵吼，到底这两个这个图像吼，永远伫这个脑海内底底下伫旋转，吼，什么意思呢？当咱伫守圣餐的时阵，你来回想一下，啊，你咧守圣餐的时阵，有啥物款会无共款的图像出来？耶稣避避迄一暝，伊就开始，伊就甲伊的学生讲，因为因伫马可罗的路上，伫遐咧守即个圣餐，是最后的晚餐。哦，迄个当中，耶稣摕起饼来讲，这是我的身体，为着恁。哦，迄个时阵无讲拍破，但是呢，伊掰开就是拍破。哦，所以讲，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安尼来纪念我，恁着安尼来，你用的时着安尼纪念我。所以讲，咱每一摆，咱的牧师，伊咧甲咱主持圣餐的时阵，你爱注意的动作啊，因为我顶2礼拜前，我就问咱的少伟传道，问看咱教会嘛，后一摆的洗礼，毋是守圣餐什么时阵啊？伊就我讲是9月份啊，所以讲今仔日啊，我就直接要来讲，你注意看后个月9月的时阵，当咱伫守圣餐的时阵，吼，牧师伫遮主持的时阵，伊有啥物款的动作，互你会当去回想，吼，那是照着耶稣基督所设立的这款伊的教导，守圣餐的这个动作有4个足重要的，就是讲第一，耶稣摕起这块饼来，吼，第二就甲伊祝福，5天来祝福。第3，甲伊掰开；第4，然后安怎？请长老还是请执事？哦，因为咱无长老，哦，请执事安尼啦，来传递下去，互大家拢来享受，甲耶稣基督同坐道，哦，伫遐来享受这款的圣餐。好，所以讲，当咱的活命，你放伫顶耶稣的手中的时阵，交出你的心，交出你的主权的时阵，吼。耶稣就为咱来祝福、来祈祷，哦，咱的恩典会当得到伫这个所在来得到，哦，啊，伊要啊，亲像讲哦，5个饼2尾鱼，等一个咱要看的当中，他拄我讲第2个图像，就是这个5个饼2尾鱼，耶稣向天来祝谢了，掰开，
传予学生，传予门徒，传予众人5000人。圣经甲因描写讲，敢若是查甫人、囡仔甲妇人人无算在内。哦，5000人食饱。哦，上帝伊是无所不能的，伫即个所在，就安尼讲啊。所以讲，牧师咧守圣餐的时阵，伊讲摕去食的时阵，咱就要用安那，用敬畏的心，用信任的心，会当来甲主耶稣讲，我将我的活命的主权来仰望你，来放伫你的手中，求你来甲我还手，来甲我祝谢，来甲我祝福。即个祝福的意思，就是讲来甲你还手，咱要得到上帝的祝福。上帝伊用恩典的话来甲即个囡仔来祝福了。犹太人咧相信一句话，当因的老一辈，还是要迄落讲说要过往人，因所留落来即款临终告别的话，祝福的话，拢是无改变的，是祝福的。亲像圣经甲咱描写伫创世纪，雅各要临终之前，伊甲伊的子孙所祝福的话，是永无改变。咱到即个时也搁咧读，对毋对？是祝福的。所以讲，每一个人拢爱学习即款的开达甲力量。耶稣为咱的活命，伊甲咱来祝福的时阵，伊讲甲足清楚。老人伫我内面，伊就无搁伫，无搁生活伫黑暗中。而且佮对咱宣告讲，我来是要为着世间人，互因得到平安，互因有丰盛的活命。耶稣即款的宣告，互咱会当咱的活命愈来愈丰盛。他拄仔讲过，五饼二鱼，五饼两尾鱼，到底是啥物款的情形？就是耶稣用上帝所赏赐予伊即款无限的气力、无限的能力，伫迄个所在，互5000人食饱。有一句话足重要的，咱兄弟姊妹要三个来讲。祝福甲祝谢是一个宣告，宣告啥物？就是讲物质的物件要诚侪生命本质的改变。通过即个饼，通过即个鱼啊，互因食了得到饱，对毋对？耶稣摕起即个饼，摕起即个葡萄酒，是一个活命的改变，互咱生命本质的改变，互咱食了、啉了，你的灵命得到长进，得到上帝的祝福，这是足重要的。所以讲，伫即个所在，五个饼、两尾鱼，你要亲像安尼，全然献予上帝。咱搁讲一个较迄落清楚的所在，讲饼掰开，另外一个意思讲搁多加，原本是一个。但是耶稣甲伊掰开了，咱咧守圣餐的时，咱的牧师伊甲掰开的时阵，即个意思是讲，将咱每一个人会当分享出去，亲像一粒麦子，一粒麦啊，伊如果若讲无入落入土里，伊有那一点而已。伊如果若讲伊是安怎落入土里了，会当成长有100倍的收成，咱就爱亲像安尼有一款的心志。咱的一生当中我要来跟大家来讲较事实，来挑战的所在。你一生当中上大的幸福是啥物？伫你的人生当中有啥物款的成就？咱有对社会有贡献也无？对伫你的家庭有贡献也无？伊要诚做有贡献，对咱拢有贡献的人。你家己本身讲，我要诚做咱教会有贡献的人。这是咱含上帝的约束。透过今仔日，愿今仔日的敬拜，咱来参与这个心灵的这个圣餐。咱无今仔日无守圣餐，是用心灵甲诚实来甲上帝来结连，对不对？希望讲咱有备咱的心，伫9月份的时阵，咱来守圣餐的时阵，来进前今仔日来听上帝对咱讲的话，到底是啥物？好，
所以讲，当咱用安尼来纪念主的时阵，这是耶稣第一摆守圣餐的时阵，伫迄个马可罗伫遐咧，甲伊学生安尼讲，这是我的身体，为着恁拍破，为着恁所写的，恁就用安尼来纪念我。好，这个当中呢，咱来看最后的晚餐，最后的晚餐，这张图片，耶稣那摕起饼来，这当中耶稣伫迄个所在饼掰开了，伊的目睭向天来仰望祝谢，互这个饼真侪物质的改变，互咱的活命来得到丰盛。好，所以讲，这个4个动作足重要，而且是咱灵修的时阵是一个足要紧的动作是什么意思呢？第一，咱做伙来读来，第一，被拿起来，被摕起来，第二，被祝谢，第三，被掰开，第四，被分享，这种是足被动的英语足清楚咱建基兄英语足厉害这一个来读嘛讲拢是被动的be taken be blessed be broken be given 对所以讲这是拢被动的被动的当中呢，咱来了解讲好被拿起来被拿起来，耶稣将咱的活命摕起来，伊是主动，咱是被动，咱是被祝福的人所以讲咱每一个人拢是被上帝来祝福的人咱安乐圣教会你甲回想看卖咧当咱的牧师为着咱教会要按立圣职的时阵无论是少伟传道孟传那个孟纯传道伊要就职的时阵，是咱的迄个各团契的会长咱的小组长要被按立的时阵，伊拢为因来祝福祈祷，对不对？迄个画面你注意看伫祝福的时阵，这是一个动作，要将这个人交予上帝上帝你也引带伊，互伊伫这服侍当中会当得到愈大的快乐甲力量，这是一个足大的迄个祝福的源头好，第二，祝福被祝福的意思讲祝谢咱的人生受到耶稣基督祝福。好，咱如果讲你经历到上帝足济的这个应允的话你爱了解耶稣讲我是世上的光。既然信我的人，就无搁伫黑暗中、黑暗的罪恶中当中，这是第二个祈祷，领受上帝的应允，咱每一个人爱了解。第三，被掰开，掰开是什么意思呢？咱将咱的活命被改变了，耶稣将咱的心门咱拍开了，上帝耶稣进入圣灵进入了，那亲像医生在手术同款。将迄个歹的物件，将迄个垃圾污秽的物件，拢甲伊清除掉，拢甲伊挂掉，将咱心中的不安，咱的惊吓，对咱的心中甲伊去掉。掰开的意思就是安尼。好，这当中呢，我要和大家来讲，掰开有两个足无共款的解说。掰开的时候呢，这两个意思，足积极的意思讲是拆毁跟重建。第一，拆毁是啥？凡无属的，既然无属的上帝的，拢甲伊摕除单掉。第二，重建的意思讲将伊的性情，圣经有讲，有份于上帝的本性，有份于上帝的本性。你的活命改变了，有上帝的圣神伫你的内头，圣灵搁一摆来吹入伫咱的心内，真侪一个有灵的活人。会当活出这个香味，所以讲第四被分享出去，耶稣甲咱讲，爱传出去，会叫做叫别人食，甲咱同得这个福音的好处，咱要诚做一个啥物？祝福别人的人，你家己对你本身讲，我要诚做一个祝福别人的人，感谢主，咱是祝福别人的人，好，所以讲。他多咱咧讲第一，摆上的生命之后会怎样？你将你本身交予上帝了，你会变成怎样？也是他多咱分享。第二点，咱要来讲，我要安怎来摆上？我要安怎来摆上？对今仔的经文当中，咱来思考这个，我当如何摆上？我要安怎来放伫上帝的手中？
这拜上的真谛呢，伊什么意思呢？伫遮来讲，咱亲像讲创世纪来讲，亚伯拉罕要献上帝讲，你将你所疼的囝以撒来献给我，哇，这是上界大的征战，对不对？如果若讲这是伫你的心上发生，伫你的心上，上帝讲，你将你上宝贝来献给我，你愿意吗？咱咧讲这奉献是一种无共款，伫这个所在愿意分享愿意摆上，就是讲我愿意，我愿意，亲像迄个芳芳的祭，请到上帝面前，互上帝来回答。第二，咱渴望被改变。你有渴望被改变吗？主啊，你的话是真实的，你的话是信实的。你的话怎样讲出，就怎样来成就。第三，咱伫上帝面前，咱的活命一定会改变。耶稣将伊带开了，这是一个改变的图像。你家己喺想象，自己去想象，你想安怎想拢会使。这图像无共款。第四，最后摆上的意思就是说，将自己献为活祭。你有将家己献做活祭，互上帝来甲你使用也无。所以讲，伫罗马书12章1节讲甲足清楚，伫这个所在安怎讲？所以兄弟啊，我用上帝的慈悲劝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恁安尼来侍奉，乃是理所当然。所以讲，伫这个所在，你要安怎来做呢？诚做活祭呢？透过今仔日的经文，咱要来分享两个足重要的祈祷。第一，就是讲你唔通对上帝伤过小气，伤过吝啬，伤过克制。你要摆上你自己，一定要用你诚实，诚实甲你的活命和上帝交换。要向大家讲，奉献的意义，你要了解，唔是一个交换。乃是你甘心奉献，伫这当中，我要甲大家讲清楚，毋是讲你奉献愈多，上帝的祝福愈大，毋是安尼。奉献是咱拢所了解，是出于甘心乐意，是你甲上帝的结连。所以讲，咱讲以赛亚书第62章第3节讲啊足清楚，透过圣灵的感动，将话讲好清楚。当咱搁一摆来回想的时阵。他拄仔讲过的话，你甲回想的时阵，咱是上帝手中的这个王帽，是这个华冠。华冠的意思说，诚侪荣耀的记号，荣耀的身份，你是上帝荣耀的子民。伫这当中，第二，伊向咱讲伊的计划，伫你的心中有啥物无共款？兄弟姊妹，你唔免着急，讲要来甲上帝讨啥物话，要来要求啥物话，唔免。咱爱静静听，静静来到上帝面前来听伊的声音。这首诗歌静静听，静静听内底有真济会甲恁讲的话。讲我的牧者听见我的声，来静静听。我要听见我牧者的声音。当咱静静听的时阵，咱一定会听到上帝祝福的话。阿们吗？所以讲你爱静静听。咱伫和上帝祈祷的时阵，也是讲你咧灵修的当中，来祈祷，亲像所罗门的祈祷，所罗门有足大值得咱来回想、来学的所在。伊向上帝来求啥？只有求智慧，无求其他的，无求其他的。但是圣经在甲恁讲，上帝讲，我要祝福你，甚至连你无向我求的。我也要互你，你敢若向我求智慧来管理以色列国，上帝愿意听无自私的祈祷。上帝向所罗门讲，连你无向我要爱的，无向我祈求的，我拢要赐互你。兄弟姊妹，透过这句话，咱了解咱的耶稣基督，伊也甲咱讲，咱唔通亲像外邦人所要爱、所要讨的。伊甲咱讲一句话真重要，讲唔通亲像外邦人所要爱的物件，要食什么，要啉什么，要穿什么，因为这是拢外邦人所要爱的，独
成就上帝的国甲伊的义，剩的我拢要互恁了。你如果若成就上帝的国甲伊的义，咱伫后壁后面上帝的祝福就对得来，对得来，当咱将咱的画面分享出去的时阵，将咱的自私，咱的无属家己的，拢总来施下出去，施下出去就是给出去，给出去的时候呢，咱每一个人拢要诚侪无共款的人，拢要诚侪一个好得无比的人，好得无比的人。咱安乐圣教会，咱安乐圣教会要诚侪一间啊！云上的太阳，咱牧师呢带咱咱诶兄弟姊妹去到外口的所在，无共款的国度，无共款的所在，要来诚侪别人的祝福愿上帝来帮助咱安乐圣教会当咱来守圣餐的时阵呢，咱摕起饼来对咱的主讲我将这个饼来改变我的画名。主要说，我感谢你愿上帝帮助咱，献上咱家己的诚侪活者，是理所当然，是上帝所喜悦的，是清气佮圣洁的。愿天父上帝来帮助咱诚侪这个祝福。下面来讲这个来做咱的结束下面我来讲一个例这个故事，这个人的故事有可能你捌听过，但是呢，过来听一摆，就是美国伫19世纪的时候，有一个足出名的这个宣教师叫做伯德恩威廉宣教师。伯德恩呢伊的老爸开一间公司真正大咱细汉的时阵如果你若有回想一下你若食串冰会加炼乳，对不对？这间鹰牌的炼乳就是因兜开的开足成功的。好，这个伯德恩威廉当伊国小毕业要升初中的时阵，因老爸就送伊一本圣经，伊就读圣经读了，足感动的，心内受着足大的感动伊就伫圣经内底写一句话讲，毫无保留拢无保留对吧？这是第一句话，甲写落去。伊这个人伯德恩威廉呢，哇，伊真正是足认真拍拼读册，头壳足好的。无想讲伊一直读，读到大学的时阵，伊是读一个美国足出名的一间大学，叫做常春藤伫美国内底，常春藤是足有名的大学。哇，伊毕业的时是足有这个优秀的成绩来毕业。毕业了后呢，伊受到上帝的呼召，心内足有这感动。伊想要成做一个海外的宣教师，伊这个动作呢，伊这想法，甲因厝人讲，甲因老爸讲，因老爸讲，犹在你，上帝安怎向你讲话，你就安怎行，安怎做，袂反对。所以讲，伊就去美国来申请去海外宣教的这个宣教师的机构。无想到讲，伊申请了后被核准，准落来哇！伊心内足欢喜的，欢喜的当中呢，伊就转伫伊的圣经内底佮写第二句话，写什么话？永不回头无回头对啊！伊讲我若为主行出去的时，就永不回头，我就无搁行到转来。咱所知影，伊被这个宣教机构接纳了后，就该彩排队派去到伫非洲啦。非洲的当中，咱知影亲像早前咱教会这个孟传道有哪去非洲对不对？时常得到什么货？疟疾疟疾，咱迄阵叫做马里亚。哇，无想到讲，19世纪的时，马拉利亚是无机会伫非洲伊哇，忽冷忽热当时来足艰苦的安尼哇，拖好3、4章的当中，无法度赢过所以讲，伫迄个所在，伊要活命要伫个时阵，要活的时阵，伊就伫个圣经内底，佮写啥？写第3句话啦，写毫无遗憾。这个当中咱来看见这个叫伯德恩威廉
毫无保留，毫不永不回头，毫无遗憾。哦，这三句英语写啊足清楚的伫这当中伊写这个时阵伊就甲上帝讲虽然我一生无照着看上帝的这款的约束，行完我的专程完成一个宣教士的丰功伟业，但是我的性命伫主的手中，伊佫讲成了，毫无遗憾无怨无悔英语写足贴切所以讲咱兄弟姊妹伫这当中耶稣的典范要成做咱的典范这是咱今仔日的祈祷。咱用耶稣的劝勉伊用伊的经文，甲咱提醒来做咱的结论来讲耶稣讲，爸所做的事，囝也要照做这是伫约翰福音第5章19节到14章第12节安尼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个更加大的事所以讲兄弟姊妹，咱要做比耶稣更加大的事结论来讲，今仔日的经文，甲咱知，互咱知影讲第一，祈祷的时阵，咱会当将咱的活命的主权摆伫上帝面前将咱的心，你的心思意念，你甲上帝讲，主耶稣我将我的心思意念，我的心放伫你的手中，交托互你第二伫耶稣基督的面前向主讲，主耶稣求你来为我还手，来为我祝福祈祷为我祝福。主耶稣讲，恁爱听候，咱每一个人爱听候圣灵降临伫恁的心上时，恁就要得到大的快乐。第三，伫主的面前向主讲，主耶稣我将我的活命的主权交伫你的手中，我的自我，我的骄傲，我的内面的罪性，遐个垃圾污秽无好的物件，拢甲伊收回。第四，甲恁讲，对主耶稣讲我亲像这个伯德恩宣教师伊安尼讲，毫无保留，毫无遗憾，永不回头。这是咱伫上帝面前，搁一摆来甲伊的约定。咱三甲阿头祈祷，天父，阮的上帝，伫你面前，阮献上感谢。通过今仔日你圣经的话语，甲阮讲话，互阮会当这个感动存伫阮的心内，为主做工无空空。而且阮所要做的事，你甲阮讲，要搁比上帝耶稣基督你做搁较大，互阮会当为上帝做大事。伫这当中，愿上帝你祝福阮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互阮所行所做的事，拢得望上帝主你的下将一切荣光归予你，你的平安喜乐归伫你的正义路，当心恳求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咱是三甲做伙起立，同齐毋知有新来兄弟姊妹，请坐歹势。有新来兄弟姊妹无？来，咱欢迎是贵姓？是，迎接你来。各位师傅好，感谢主来欢迎各位师傅感谢，谢谢，真欢喜。毋其他，阁有其他新来兄弟姊妹无？好，是无？咱即时三甲做伙起立，咱同齐做伙来用感恩的心来奉献伫咱的主的面前。活命伫上帝的手中，所有一切就是对伊所来。每一个诚心的奉献，拢是上帝所欢喜甲悦纳的。我听见你听动的声。再下一页。
我祈祷那香拜在你面前，正做你欢喜的祭在往上。我听见你听痛的声，因为我靠你。我在通行的路，因为我心仰望，我要奉献我嘴唇，我要奉献感谢的祭，也要求告你的名，时常敬诚来祈祷，对你表明我心声。我要对你的圣所野笑恳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祈祷那香拜在你面前，正做你欢喜的祭。愿全能的主上帝亲自伫一切善事上成全恁，佮愿恁的家庭、恁的事业、恁手中所做一切工，伫耶和华上帝面前，望看顾得稳定加平安。愿上帝依照着伊所应允的，将各样属灵的福气加添伫你甲你的家，佮互你的身体得到健康，心灵的快乐满有强盛。行伫上帝圣洁的光中，通互你一生的年日，成做耶和华荣光的见证。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上帝祝福大家平安。